东突厥斯坦而行，12名维吾尔族男子决定从伊斯坦布尔步行前往安卡拉，以便引起世界对东突厥斯坦局势的关注。他们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旅行，并抵达克加艾利。经过一夜的休息，他们继续前往安卡拉，手上拿着东突厥斯坦的旗帜。他们说，世界必须打破沉默，采取行动反对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。维吾尔检察官被捕，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打压行动中继续打击维吾尔精英。据最新消息，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副检察官奈利卜库尔班已被逮捕。据悉，他对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高压政策，尤其是近年来的集中营政策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，并警告当局这样的做法不符合国家利益，并不能带来和谐与安宁。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，北京当局将他召集到北京，询问他对该地区局势的看法，并认真倾听他的意见，但他抵达乌鲁木齐后在机场被捕。我们永不忘记艾莎·尤苏夫·阿里普特肯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艾莎·尤苏夫·阿里普特肯逝世周年日。在他逝世23周年之际，在伊斯坦布尔等城市，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伟大领袖。他毕生致力于东突厥斯坦独立事业。索马里的人类悲剧，他们死于寻找食物。索马里正在经历着过去6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，正在经历人类悲剧。对于那些因内战而移民的人来说，住在营地的人生活艰难。在布霍特镇南部的难民，他们正在不知名的营地中挣扎求生，他们正在尖叫着寻求帮助。瑞典将采取措施禁止室外吸烟。瑞典禁止在某些公共场所吸烟，包括游乐场和火车站平台。瑞典议会投票决定禁止在户外餐厅吸烟，也禁止了吸烟厅入口。根据新法律，瑞典目标是到2025年实现全国无烟。